后来乡亲啊，这个强烈的风台利奇马减弱为中度风台，而且伊咧行的路草偏起哩较北平，也就是离台湾较远一丝啊。所以这个总雨量甲雨势，无像进前预测的遐尼啊多，遐尼啊大。新竹、苗栗、台中甲花莲已经先来解除着陆上的风台警报，不过这个北部地区部分的区域也是有短时间的强降雨。阴暗日暝了后，虽然北部的风雨会减较细，但是解吹这个西南风哦，咱中南部都要严防超大雨。为雷达的回波图来看，因为利奇马风台暴风圈将北台湾砍掉的北部、东北部继续伫落雨。气象局针对苗栗以北、全台湾的山区拢发布豪雨特报，台中以北宜兰县有大豪雨。今天下午之前，它正好会通过台湾北部海面，所以下午之前的话，北台湾地区的，特别在沿海还有马祖地区，可能在风浪，还有北台湾地区的降雨一定要特别留意。沿海地区应该有机会来到9到10级强阵风。因为路线继续偏北，花莲已经解除陆上的风台警报，目前利奇马威力正慢慢的减弱，不过嘛袂使大意。目前会在台湾地区南海这个地方有一些低压云系，现在台湾地区的风场，未来随着台风持续北上之后，已经慢慢的会转为西南风这种情形，中南部地区的雨量就会逐渐的增加。为雨区的预报图，就会使明显看得出，今日顶半天北台湾共款拢伫落雨。时间愈晚，你起码引进的西南风有可能为中南部带来大雨，山区可能会崩山，较低所在有可能会淹水。这2天拢要特别注意。